另外几家土地租金吊起，互不少新造民众挡袂牢，纷纷向立委陈廷辉以及议员陈义正陈情。陈廷辉、陈义正联合服务团队7日上午特别伫大公里活动中心召开座谈会，邀请另外几家执行长许可展，甲居民面对面沟通，并请来台南市政府发展处、地政局、北区公所等相关单位列席，听出民意，共同演绎解决方案。今年租金26000多，7%，营业税1300多，将近2倍，所以我没办法接受。你个地是当其时政府互8年的呢，啊你学袂来，啊要起就起，你起到通知，政府要起嘛拢有通知，啊我一档缴的，政府嘛一档收，6个月第6个月才收。你3个月、第3个月就要收。针对民众对着租金调起的不满，另外一家执行长许可展表示，国有财产局收的租金的计算方式，甲另外几家拢做一模一样。公告地价先几趴，伊是5%起跳，国有财产局是5%起跳，另外几家收几趴，另外几家收3%。同款是公告地价先3%。先你先做的面积，这个公式是同款的，是拢总同款的，一模一样。阮并无共。陈廷辉表示，另外一家真心是台南市救济院，其大多数土地拢是处籍善心人士提供，希望协助照顾弱势。所以救济院设立宗旨是济贫扶弱，回馈社会。而且当年承租该地原大户，也则是济生者，也拢符合弱势条件，经济甲生活状况并无明显改变。另外几家应该依次提出合理的照顾方案。咱过去20-30天甚至50天。咱才拢符合着咱上早前咱的条件，做这个救济院的条件，所以这部分你们应该要去讨论。对于当时候原始的租户，要怎么去优惠，要怎么去处理，这个会符合着东西，让足侪先贤交这个土地互恁，要拜托恁照顾弱势的人的这个宗旨。陈廷辉进一步指出，另外几家过去真侪土地，拢是由善心人士捐赠，本来应该回馈社会照顾弱势，如今煞改变成为民众生活压力来源，实在互人遗憾。议员陈生表示，另外几家这个举动，参像是将救济院摇身一变变成发财院，平常时也无履行地主应该尽的管理责任，对着水沟、路树等公共设施拢无管理，如今煞要求居民以公家机关标准缴纳税金，互人无法度接受。伊也强烈呼吁另外几家应该回归救济本质，坚守扶弱济贫的初衷，善尽照顾弱势社会责任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